希望我嘅日常可以俾大家帶嚟一啲參考價值，都比想了解我嘅人更加了解我。friend 嚟㗎嘛。大家好，我係有嗰句講嗰句嘅斜槓壯年 Theo。呢期呢就唔係某一間店嘅體驗分享，而係將一啲不足以支撐一整期嘅日常零碎整合咗下，有推薦有中規中矩，都有大可不必啊。按照時間順序從遠到近，就先嚟講講我嘅新工地啦。呢幾日呢天公作美啊，空氣相對乾燥，粉刷嘅工作呢都尚算順利。晚飯呢就揀咗喺黃總嘅豐收碗，可惜啊今日嘅燒鵝賣晒啦，只好點一啲之前冇食過嘅菜試下。今日食嘅幾道菜之中，最啱我審味嘅呢，就要講係呢一個價格唔低嘅精品薑蓉蒸鯇魚啦。如果唔係黃總拍晒心口咁同我保證呢個鯇魚唔會有任何土腥味，恐怕呢我都唔敢輕易嘗試。見到呢個肉質狀態呢，我就放心啦。呢個呢係吊過水嘅鯇魚先會有嘅狀態，該肥嘅地方充滿油脂，該瘦嘅地方呢肉質相當緊實，而且真係冇任何一點嘅土腥味，火候呢都掌握得唔錯，食起身呢滑滑嫩嫩嘅，我強烈推薦啦。特登咧約咗一位老朋友去佢工作室試下酒，佢可以講係我嘅清酒啟蒙老師啊，同佢嘅相識咧都相當有意思噶。8-9年前咧，我仲喺一間黃酒公司市場部工作，機緣巧合之下就認識咗啦。就係佢咧令我擺脫咗對清酒必須熱飲同埋用細杯飲嘅刻板印象，去感受各種唔同風味、唔同等級、唔同類型嘅清酒。當然啦，威士忌啊、橡木桶嗰啲，佢都有涉獵噶。至於試咗咩酒係咩風味嘅，我就先賣個關子啦。反正我認可嘅口味應該咧都會出現喺我新鋪嗰度噶。愉快嘅下午酒過後呢，係時候食翻啲熱嘢解解酒啦。陸續先食啊，6點到店，店內呢早就已經人聲鼎沸噶啦。特登呢點咗粥水拼沙爹湯底，有辣有唔辣，沙爹嘅味道幾唔錯，係比較適合我嘅海鮮乾貨味為主嘅類型。呢度嘅海鮮選品呢一直呢都幾唔錯噶，超肥口、超滿足嘅生蠔，甜度高且基本食唔出腥味嘅加州乾蚌，鮮甜脆嫩嘅金聖子。同前面幾款相比呢隻松葉蟹就相對平庸一啲啦。不過最後呢，用呢個松葉蟹膏煲嘅粥呢，淥得嚟呢都幾有意思，而且呢煲呢係飽吸咗各種海鮮鮮味嘅粥，真係睇見都痛啊！店內嘅地磚咧都開始鋪噶啦，唔容易有水氣嘅牆體，基本咧都揀咗碳晶板，主要咧就係為咗慳啲材料成本同埋人工。商用嘅話咧係完全冇問題噶。監工期間咧仲去咗附近熟悉嘅 Goose Bay House 試咗下佢哋嘅新品啦，一款冷萃咖啡同埋荔枝 NFC 嘅混合體，味道咧都 OK 嘅。順便咧去咗下煤氣公司做咗下申請。晚飯嘅話咧喺熱心群友兼威士忌發燒友 Albert 嘅邀約之下，去咗一下我曾經嘅飯堂上善湯水，循例咧飲翻啲威士忌，點咗隻白切雞。至於點解係曾經，咁當然係因為我覺得咧而家呢度除咗白切雞之外嘅其他菜式水準下降嚴重，已經咧俾過好多次機會噶啦，就唔係單純嘅出品波動嘅問題啦。以後咧我都仲係淨係嚟呢度打包白切雞，將之前充嘅會員卡入邊剩低嘅錢慢慢搣晒佢算數啦。餐後咧翻咗下小破店，向好朋友安利咗一下鋪頭入邊而家嘅呢一款蛋黃100%榴蓮雪雪。到目前為止真係冇邊個飲過嘅覺得唔好飲噶。本來已經有啲攰嘅我，決定翻屋企咧沖涼瞓覺噶啦。只不過咧有一位逼我飲酒嘅魔鬼叫我出嚟宵夜喎。畢竟咧都有一段時間冇見啦，去咪去咯。去咗輝記燒烤，食咗啲烤黃牛菲力邊，兼具菲力該有嘅軟嫩，亦都有住菲力參冇嘅油脂感，相當唔錯噶。我仲開咗支卡巴蘭經典獨奏葡萄酒桶單一麥芽威士忌，就算係即開即飲啊，酒精感咧都相當溫和，聞起身十分香甜噶，有類似瓜果類嘅水果香氣，飲起身嘅酒體厚度咧都幾唔錯。我特別中意佢嗰種無限接近於黑朱古力嘅餘韻啊！呢期嘅分享就到呢度啦，希望我嘅日常可以俾大家帶嚟一啲參考價值，都比想了解我嘅人更加了解我。friend 嚟噶嘛，自費自願嘅 Theo 飯局即日起咧不定期盛行，歡迎新老朋友入群踴躍參與啊！繼續同我一齊飲飲食食，人生積極，好嗎？